所以呢，俺们来讲故事，我们要来讲故事喽。这上个呢，已经名诶，很多嘛个很多赌博，阿姨呢上爱睡觉，睡梦，赌博爱睡梦。好，我们就要来讲一个故事哦。那个赌博啊，睡唔落觉，吼，假如睡唔落觉，要用夹啥呢？以后就想讲，刚来来算羊诶，来数羊，要用来算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哎呦，好厉害呢！按位哦，看起算唔落觉，攞冇按呢，加来算10個號咧。10個加繼續來算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行係睡唔落覺，嘿，讓我愛用，伊就非常緊張哦，因為睡唔落覺，食菜會都唔掉的哦。有一班呢，就有一個巫師，一個神公，他就送給他一本嘛嘅，一個神公呢，伊就本伊一本書，同賭博講，一本書拿過去，你就一定可以睡冇嘅。賭博佬吞下書拿過去嘅喲，拿本書來睡冇。當真睡下的呢，他真的睡着咯，就睡到鬼甜鬼香哦。1夜、2夜，到第3夜，奇怪，又睡唔到覺的呢。可是他有一天，他就做噩夢。做噩夢的客語怎麼講？叫不強명。有人有不強名過嗎？伊夢到講，有人愛吞伊嘅一本書搶走，伊就非常嘅緊張哦。不過呢，有一日伊嘅書唔見咗咧，伊就非常嘅緊張，搞去用呢，我去尋嘛，都尋唔到呢，怎麼辦？結果呢，喺一條樹嘅底下看到一個長頸鹿。一個長頸鹿呢，伊就可以看一本書。佢賭博就走去看，長頸鹿看的書就是伊嘅書哦。個長頸鹿就講，賭博愛同講一個故事哦。頭擺有3隻小豬誒，就開始講故事給賭博聽。賭博就睡咗咧。原來唔係愛拿本書啦，係聽故事，聽一個書裡邊嘅故事就可以睡落覺誒。故說啊，一個賭博伊就吞書拿轉去，伊就啲，明年呢係睡唔落覺嘅，就翻開書，就來讀一篇故事，安尼呢就可以睡落覺咧。然後故事我們怎麼講客語？故事。不是巫師哦，聽故事，看故事，好厲害哦！故說呢，我們就係第個，一個書啊，像拿燈係冇好嘅，一個重點係第八嘅內容，一個聽第八嘅故事，對親家才係親友好嘅。今日嘅故事就講到呀咯，感謝大家。是貓咪，是古董龍姐，是夢安之聲。安子聲。